好啦，乡亲啊，咱继续来看这个昨确诊的一个个案，17505是一个8岁囡仔，伊是桃园机场手刹车的员工甲机甲服务员这对翁仔某的后生的安亲班的同学。上新的消息是，这个囡仔的妈妈今仔日嘛确诊了。这个火死的人，看年12月31到1月初2，有到高雄去耍3天2暝，当时是住入去万和酒店。 有去高山的探索马里食烧肉，有去异乡天地，搁去汉神巨蛋百货公司，这个所在今仔日嘛拢停业消毒，也就是讲，这个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恐惊嘛拖累高雄咯。 消毒人员全副武装，详细伫万豪酒店的客房内底做消毒清洁。另外一间是北高雄的探索马里美术馆门市，同款咧进行大清扫，因为这个地点确诊者拢捌来过。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那我们是觉得它都蛮干净的。多少还是会有点恐慌啊，毕竟传染性疾病。是会啊，更何况我是住伫家。 民众听甲拢心惊惊，因为传到高雄来的是和桃园机场群组案有相关的17505 8岁囡仔，伊用查出是桃园机场手刹车员和照护员翁仔某后生的安亲班同学。伊和亲人规家伙死的人，捌伫12月31到1月初2去高雄佚佗，因去过包括万豪酒店、探索马里美术馆门市、汉神巨蛋、异想天地续集和实集景。消息一出来，互高雄市民拢真烦恼。 我在9楼实习，当然会担心了。不过卫生局表示，17505去过所在已经扩大框列接触者28人，其中17个人快筛是阴性 ，PCR 要长例采检。根据疫调来算，17505伫1月初6出现相关的镜头，以奥密克戎会使消化期间来算，是发病前2-3天。 伫高雄佚佗期间，传染的风险真低。不过，毕竟病毒搞怪，个人的防疫措施要是爱做好。